5月18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天生有智慧嘅人啊！好多時咧，你一點就明，唔知點解咧會知道一啲人哋嘅答案嘅喎。責任感強，但係因為自己內在嘅啲任性啊，同埋熱愛自由咧，去抹殺咗自己需要做嘅嘢。而呢一樣嘢咧，你自己都會覺得好困擾嘅喎。適應環境嘅能力好強，做嘢好冷靜，所有嘢以大局為重。溝通力強，識得同人打好關係，會令到成個場合咧都好容易好開心。睇唔起一啲唔識大體、唔識分寸嘅人，內在嘅性格有啲複雜。經常同自己嘅自我打交，我到底做呢樣嘢啱唔啱嘅呢？感情方面又點呢？好健談，無論係異性同埋同性咧，都好中意你嘅。好睇重條件啊，無論係外形嘅條件或者係經濟條件，希望大家喺一齊呢個組合咧係 win-win 嘅。重視家庭，結咗婚之後咧，可能你會更加收埋自己啊。建議咧多啲同另一半講翻你嘅真心話，多啲信任你嘅另一半，咁你嘅家庭關係咧會好好多嘅。而性嘅方面咧，你表面上好理智，但係其實你好希望咧嘗試一啲大膽嘅嘢 ，SM 你都 OK 嘅喎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一啲被指派性嘅工作啊，要你帶領下團隊啊，其實會比較啱你多啲嘅。你處事靈活啦，好識得睇場合，你會喺唔樹敵嘅情況之下咧，發揮你嘅實力。財務都穩健嘅，有投資嘅知識，傾向於一啲長期發展嘅基金咧，會啱你多啲。高風險嘅投資或者股票嘅話咧，就有機會有虧損啦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好想變好，但亦都好怕改變。你好希望安安穩穩，但係又覺得好悶。好好去學習乜嘢係自由，乜嘢係任性，兩者嘅差異咧，都係喺你呢一個生命裏邊學習點樣了解自己嘅使命之一啊！